你有冇試過入到屋苑停車場，發現部分嘅車位唔係用嚟泊車，佢哋變晒垃圾缸，又或者好似物流中轉站咁樣呢？你會發現嗰啲車位堆滿晒裝修用剩嘅木頭、油漆、天拿水。如果唔係呢，就係一箱一箱堆到高過人頭嘅紙皮箱。每次你泊車開門都好驚撞到佢哋啲貨，又或者好擔心，萬一火災燒起上嚟嘅時候，嗰啲化學物品會唔會燒起上嚟就一發不可收拾呢？當你頂唔順，叫管理處去警告佢，呢類嘅業主通常都會好大聲講，就話個車位係我買斷咗嘅，我中意擺乜就擺乜，呢啲係我嘅事，我又冇霸佔到公用地方，你憑乜嘢去管我啊？我想話你知，好多物管經理一見到私人車位4個字呢，就揾藉口去縮沙，就話私人地方好難管。今日我想用最嚴謹嘅法律同埋地契條文，想同你呢一班自私嘅車主同埋偷懶嘅管理處講，私人車位係絕對冇權放一啲非車輛物件嘅。你放裝修物料同埋貨，直頭係集體違法添。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嘅片，大家好，我係你嘅大廈策略顧問 Roger， 我係一個註冊土木工程師，亦有10幾年物管經驗。喺呢個頻道，我會用行內嘅專業角度，幫香港普通小業主拆解各式各樣嘅屋苑管理難題。想學識點樣保護自己層樓，記住而家訂閱我呢個頻道，點讚呢條片，同埋打開個小鈴鐺啦。好啦，我哋講翻正題，私人車位堆放裝修物料或者大量嘅貨物，到底踩中咗香港邊啲嘅法律地雷呢？等我一條一條拉出嚟同你哋講啦。地雷1，大廈公契嘅特定用途限制條款。個車主最大嘅擋箭牌就係私人財產4個字，但係佢唔記得咗喺香港買任何物業都必須遵守屋苑最高嘅憲法，就係咩？就係大廈公契啦。香港9成9嘅屋苑喺大廈公契裏面有關停車場裏面嘅條款呢，一定會有一項叫做限制用途條款嘅，裏面用英文白紙黑字寫明，呢一個空間係只限於停泊獲得牌照嘅私家車輛或者電單車。喺香港，法庭一早有清晰嘅判例，車位業主擁有嘅係泊車使用權，而唔係隨意儲物權。你一旦喺車位上面堆放咗裝修木條、油漆罐，又或者任何嘅貨物，喺合約法層面你就已經構成咗違反大廈公契㗎啦。法團同埋管理處係有絕對嘅法律權利去土地審裁處申請禁制令，強迫你即時清走，仲可以向你追討所有嘅律師費同埋堂費添。地雷2，觸犯咗地政總署嘅政府租契。如果喺私人車位入面堆放嘅係商業貨物嘅話咧，呢個性質就更加嚴重啦，因為佢直接觸犯咗政府最高層面嘅政府租契，即係俗稱地契。政府當初批地俾發展商嘅時候，地契裡面嘅車位限制條款已經計算好全屋苑嘅車位數目同埋用途。如果車主唔係用嚟泊車，反而利用個車位去囤積商業貨物嘅話呢，喺法理上就叫做改變土地用途。你變相將一個私人住宅屋苑嘅車位改成非法嘅商業貨倉。地政總署一旦接獲投訴，證實車位係被用作商業儲物嘅話呢，係會直接向法團同埋嗰位違法嘅業主發出警告信。如果限期內唔糾正嘅話，政府隨時會採取執管行動，直接將警告信註冊入去土地註冊處，即係俗稱釘契。到時候個車位想賣或者想做按揭套現，好大機會全部都會俾銀行拒絕。為咗放幾箱貨搞到被釘契，我諗精明嘅你唔會咁做啩？地雷3，雙重違反咗消防條例同埋危險品條例。如果車位堆放嘅係裝修用剩嘅物料，例如天拿水、油漆、木板呢一類型嘅易燃物，消防條例同埋危險品條例就係最具有即時殺傷力，亦都係最能夠保障大廈嘅安全法例啦。私人停車場通常都係密閉或者半密閉嘅空間，行車期間係有大量嘅熱，甚至乎可能有火花嘅添。你喺度堆放咁多嘅易燃物品，根本就喺屋苑嘅停車場裝緊個計時炸彈。根據消防條例第95F 章，消防處處長如果信納有火警危險，係可以向有關人士送達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嘅。如果車主收到通知書依然拒絕清走，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以處第6級罰款，
即係港幣10萬元，並且可以就持續違法每日另處罰款1萬元。而根據危險品條例第295章，天拿水、稀釋劑同埋某一啲嘅油漆係屬於法定危險品。根據香港全面實施嘅新修訂危險品規例，任何人士儲存超過法定嘅豁免量嘅危險品，而又冇領牌照嘅話呢，係屬於刑事罪行嚟㗎。消防處同埋警方係可以直接落區拉人，並且充公呢一啲物品。管理處冇權入你嘅私人地方執法，但係消防處絕對有權。如果我哋發現屋苑嘅停車場有人喺車位開始囤貨，又或者堆放咗好多嘅裝修物料唔肯搬走，我哋作為業主應該要點做呢？第一步，我哋可以向物管經理施壓，指出車位堆放物料已經違反咗大廈公契，同埋有機會引致消防危險嘅。我哋要求管理處先發出一封正式嘅警告信，並表明隨後嘅律師信費用呢係會將由違規業主去全數承擔嘅。同時，我哋可以要求管理處駐守停車場入口，嚴格禁止任何手推車或者物流貨車喺停車場範圍裏面卸貨。我哋喺行政上完全切斷咗佢運貨嘅途徑添。第二步係特別針對裝修用剩嘅物料，例如油漆、天拿水等等。我哋喺車位影低晒啲相，利用消防處網上投訴平台，又或者打電話去投訴熱線。消防督察一旦登門調查，認定有即時嘅火警危險，又或者違反咗危險品儲存限額嘅話呢，佢哋就會發出官方通知書，車位業主再惡都必須乖乖地執嘢走㗎啦。第三步，法團管委會係可以通過議決更新屋苑嘅停車場物業管理規則，白紙黑字嚴格規定，私人車位範圍內嚴禁存放任何非汽車本身之物件，包括紙箱、建築廢料、商業貨品等等。有咗清晰嘅管理規則，保安員執法自然理直氣壯，喺源頭切斷咗佢想將車位變成迷你倉嘅幻想添。私人財產呢4個字喺香港法律底下從來都唔係大晒嘅。你買咗個車位，只係代表你擁有呢一個空間嘅停泊私家車輛權，但絕對唔代表你有權將全屋苑街坊推向火警同埋違契釘契嘅巨大風險入面。管理公司收得大家嘅管理費，就要有膊頭同你跟到底，唔好一見到惡少少嘅業主，又或者私人地方呢4個字就縮沙。你住緊嘅屋苑最近都出現私人車位堆放咗好多貨或者裝修物料，而管理處扮乜都睇唔到。如果你想向我諮詢嘅話，非常歡迎你喺下面嘅評論區留言，留低你屋苑嘅名同埋現時車位堆放雜物嘅情況。我會用我嘅經驗同埋知識，盡量喺留言區幫大家睇下點樣依法拆解。想繼續學識點樣用法律同埋專業知識保護自己嘅資產，而唔俾人當水魚，記住訂閱我呢個頻道、點讚、分享呢一條片，同埋打開埋個小鈴鐺啦。最後，容許我戴翻個頭盔先。雖然我係用我嘅經驗同埋知識教大家點樣分清產權同埋管理條例，但係每棟大廈嘅大廈公契條款、所屬地契嘅限制，以及停車場嘅具體設計結構都各有不同。今日嘅影片純粹係屬於一般性嘅教育同埋經驗分享，並唔構成任何正式嘅法律訴訟指引、地政總署、消防處或者屋宇署嘅官方專業法律意見。如果大家屋苑正係面臨非常嚴重嘅私人產權侵佔、危險物品非法儲存，又或者法團官司，記得一定要諮詢持牌嘅律師，又或者相關專業測量師嘅獨立意見啦。維權係要緊，但係每行一步都要合法穩陣。我係你嘅大廈策略顧問 Roger，我哋下期見，拜拜。